劳动部长洪新汉就任第2天，在全高中就随开记者会，呼吁劳动部长在就任了后一定爱先修法，让公务员有做工会权利，才当避免这霸凌的事件再再发生。新就任的劳动部长洪新汉伫接任了后，拜二就随到立法署北分署去关心员工。全高中拜二开记者会，提出建议，希望同款是社运界出身的劳动部长洪新汉会当坚持原本的信念，维护劳工的权益。洪部长是社运界出身，所以希望伊会当成为咱劳工的部长，唔是官员的部长。全高中建议劳动部长洪新汉应该先支持公务员有组织工会权益，亲像这届技师因为受到工会调霸凌，行底路39岁姓吴的公务员，全高中认为伊上班的时间伤长，佮无多报加班，愈假的上下班卡，面对工作上的困境，却无所在通申诉。希望劳动部长赶紧定出修法的时间表，支持公务员会当家己组织工会，替家己发声。要支持开放公务人员组工会啊！如果在这一次的整个案件里面，公务人员是可以组工会的，我相信这个事情早就解决，不会有拖延到现在这样的一个情况。除了要求公务员要有组织工会权利，全高中嘛呼吁劳动部长洪新汉要替同款是劳动者的公务员出声，用劳动者的角度去呼吁行政院修法，而且要求5一劳动节全国要休假，保障全国劳动者的权益，打造一个友善的劳动环境。记者陈阿选、谢桂玲台北报道。